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国内春麻的疫情来扩大。疾管署今仔日公布，国内增加到7例个案，而且拢甲12月初10公布的越南徙入的个案所引发的病院群聚的感染有相关。疾管署的副署长詹淑辉讲，新增加的7例个案，包括中部某一间病院3位女护理师。1位女清洁人员，甲1位女医师。目前确诊的病例12例，卫生单位控制的接触者1014个人，将会监测到明年的1月初8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